大家看，當奇怪感覺啊！喂，大家夾夾狂夾喂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！嘿，你是假？老爱着讲，了到底系用白戏。下记鱼塔壳把只名位，还能爱着摸鱼摸牙做事，还做唔得歇困。前天摕草过来，摕草过来，了就问题我想办法解决。我还冇问题。就我嘅计划绝对系冇问题噶。你要打帮佢肯定系水母嘅时间，过后实际做过去就冇事情咧。太冒險咧，肯定冇啲兩位啊！係啊，肯劈條路啦。我就去只过去。 No， 你同我講啦！啊！马格拉好好，到底系乜事情？你好啊，他哥阿哥。哦，聲音。用个啥？对我唔好。嗨，你好，你係我係姚條條博士，係我叫機器塔科嘅權威。噶？你要叫我朋友風範嗎？哦，你將問題當複雜，係我來啦。好辛苦，原來下我天錯咪再來叫你的。上落來。什麼？不過我天錯係叫到要叫幾多？搶錯啊！你天天都同我講，我本單係阿布博士嘅助手。你哋得戇估，同咗落嚟激咧！聽你早教強調。我當同前本阿布博士做嚟做實驗嘅塔科社科。哈哈，最近嘅嗌，哈哈。社科本改錯變選機器塔科睇出過咧。
过后，我老机器塔口变成蛇壳，向下走出阿布上。 boss，你看，啊，惨嘞！俺不拉看就来便宜。六梯就在面头前嘞，俺会两个提起蛇，第六梯对你还有利。哈，飞弹，蛇壳做很到。看俺飞弹的厉害。杀掉走啊！ 就安样，我就参过了阿布博士，来到机器上，蛇壳单纯讲价，你的点钱很够快乐，全部都动好，一起到。阿布博士请到了蛇壳，又变做魔术，机器塔壳。请问要跳跳 boss 有冇办法吗？你係蛇壳界恢復十皮。恢復刷皮，還好啊！哎，你已經記得啦。嘿，兩片。救命啊！两片，看两片。喂，快两位！呸呸呸呸呸！呸！呸呸呸！ Non, non, gardez ton chapitre. C'est quand? C'est quand? boss，Hi.
侬侬是才是梦儿，听说俺老蛇口叫转来，是梦儿。不是，我就係夢兒。聽住啊，那兩個朋友叫進來咧。你只送半兒，我也不想半路紅陽嘅倒界。要跳跳巴士，是夢兒。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八公八公两三。过么？射箭另一的不是强，很老阿姨主动击掉。